隨住澳門會展文旅活動嘅蓬勃發展，活動道具行業逐步回歸文化本真、環保實用、在地創意嘅核心趨勢，搭上以活動道具與佈景板設計製作為核心業務，為每一場活動注入獨一無二嘅澳門本土靈魂。材質選擇上，我哋堅守綠色環保理念，優先採用可回收雪忽板、低碳環保噴繪材料，既保證道具與佈景嘅耐用性同視覺質感，活動過後亦可回收再利用，減少廢棄物料產生，完美契合澳門城市綠色發展嘅整體需求。製作過程中，我哋格外注重細節打磨，從圖案校對邊緣處理，到反覆調整色彩呈現效果同立體層次，令每一塊佈景板嘅紋樣、每一件道具嘅輪廓都傳遞出細膩獨到嘅匠心溫度。從商業展會嘅主題道具、節慶典禮嘅氛圍佈景，到澳門特色街區活動、商業品牌發佈，搭上以澳門本土文化為靈感源泉，用環保可持續材料精工細作每一個工藝細節，為各類活動打造獨具本土特色嘅沉浸式場景，助力活動綻放別樣光彩。我哋願以文化為筆，以匠心為墨，為你嘅每一場活動勾勒專屬而難忘嘅記憶印記，與你一同打造有溫度、有記憶點嘅活動體驗。